艺术叮咚听押韵，高山流水觅知音。每当我踏进这个最是潮流，听到这个一声声清澈而熟悉的艺术之音，这个心里呀，就好像刚刚泡的一杯碧螺春，杯水滋润。这个心灵顿时会得舒展放松，自由自在的轻啦啦，虚海大志，下意之中。语文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压味，而平台对我来讲，好像是冥冥之中注定的门。我生于1956年，属活生。虽然没生了建国的那一年，但是的的确确是生了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年代。所以你的爷娘把我起个名字就叫建国，意思很清爽，就建设祖国，建设国家。当然也分享着随着我出生了一位水拔3亿的14先生，弘扬我们民族文化，建设我们祖国的文化事业。的确，这个就是一种语文。记得我啦读中学的辰光，兴趣广泛，比较好动，读书还算聪明，恰得很。平台这个招生呢，在我们这个学堂开设2种来招生了。那么一个先生再一次让你去应考，当初辰光我记得是江文来老师来考的。等他去试了以后，听了我的嗓音，看了我的印象，一试随中，最后就进了上海平台这个学馆，开始了学艺生涯。分听其意，两乱灵，须动还几次我心。不该听信发害儿女，我不该么皈依三宝是空门。向我许仙沟口伶仃，清早过我就凭积极的人十指望我许海文，手中这台真家身，意外双亲地下问，我怎能够入空门，做了出家人？娘子待我形容，须问我被关心，我怎能够入空门，做了出家人？如今娘子身有孕，到来年3月呀临本，那日起我需
得见亲儿面，将我儿何去灭尘林？我们亲生骨肉难相亲，我怎能够入空门做了出家人？大不如冲出袈裟去，何必同梁天边一般恩，我欲出袈裟还不能。进来以后，首先给我第一关是语言关，因为我们侪是上海人，搿苏州闲话先要学会的，所以第一年现在带着苏州同善厂学工，第二年呢带着苏州的后区农村去学农，第三年也带苏州人民商场去学商。这个就叫学工学农与学商。那么搿3年为我们适合苏州平台打下最扎实的基础。是讲，通过平台的启蒙教育，我们可以说一声找到了自家人生的目标，也好像辣漫漫天空当中寻到了属于自家的星座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到平台的语文啊，好像在个老修枝浪向喷了一朵墨，慢慢就辣花家辣蔓延开来。所以我是暗暗的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学好平台，而且拿平台作为一种事业来不断的刻苦的学习，刻苦的钻研，并终身作为自家的追求。回到身去，并开始。哎呀，大姨，你这样的回来是口里我们为房东人来开口，不要是生儿气，要你来做主席，谁是荒草分析？要你
来花子戏。大见风中某里出，梅花相似口后来。一九77年过后，就是我们的文革之后，一点老艺术家全部解放，回到了时代，回到了教育岗位。那么当时辰光，蒋老师呢，就为我们搿一辈学生子重新打手通基本功来教我们唱。搿个辰光，我真的欣喜万分，词语得水。蒋老师非常之团结辣浪教，跟我作为学生子来讲呢，是刻苦认真的辣浪学。一个阶段下来，我搭老师的距离，搭老师的感情，慢慢就拉近了。所以到最后，我投师于蒋老师，成为蒋门的弟子。就跟蒋老师之后，这个新年数来，辣浪先生悉心教导下头，虽不是有个教个下头，我辣艺术浪向应该讲是取得了一个飞跃。我记得79年，我带另外一个同学，当时刚刚毕业不长有了，汕头到香港演出，还是先生，搿是重视得不得了。因为我们演唱侪是先生的白茶啊、心灵的投资。先生辣台下头搭你负的一字一句搭你讲，而且我们到了香港之后，你为专门写一篇文章，就推荐我们2位青年演员。所以呢，我想先生平常辰光教导我，既是辣浪艺术浪向非常严格要求，但是辣浪做人的道理浪向，我也的确确辣先生身浪向学得很多很多。蒋老师平常会教我，你晓得一个人的精力、智力、能力是有限的，但是要辣浪有限的当中能够做成功桩事体，搿个已经是不错了，很不容易了。所以想辣搿个一点浪向，对我来讲呢，的确确也是这样。我搭先生有这样一层师生关系，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感情，我想还是一种缘分，一种不假的缘分。
讲，一个成功的男人背一定有一个女人，的确一眼不错。我的妻子蒋文，既是我生活当中的伴侣，而内助也是我艺术生涯当中比翼双飞的好搭档，以外助。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，我所对平台事业的求之心，离不开你的理解，达至支持。对，你俩高头是同一岗同学，所以更加能够理解达至沟通。有人讲，这个是平台艺术的魅力，使我们两高头从相知相识到相敬如宾。是平台组织你的月下来人，搿搭真的一点点不错。所以，现在你不管外界的变化时候，始终坚定信心，坚持了时代浪向，这个还是对月下来人的一个回报。所以我现在更加应该支持你，为平台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正是辣让搿种理解、支持下头，辣让前辈老师的悉心教导下头，辣让广大听众关爱下头，我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，应该讲也是不容易一桩事体。当然，我还要坚定的走下去，不辜负前辈对我教诲，不辜负广大听众朋友对我搿种支持，当然也不会辜负蒋文对我的理解、对我的支持、对我的帮助。立国之乐纷纷，一日能人三场准。于本呀心不人，红生命百愁顿，情啊缠凡上只为人，去爱登居中翠林，胭脂海呀，江岸去，碧玉特居在港湾边，但见那翩翩风也红绸头，区区丹桂巷口分，千山秋水开人花，
迷神，也日先知起，去南侯衙人，亲儿宫上下一门。今夜头一根，莫非难让与神在这儿听？正要起身，将来摘发。下人不知在
文艺，心不落，真能山崖春风开乐园，我看此地必定杀高升。他却一头女话语言，相亲石肉与他谈呀谈心，相公啊，方然你已在听真刘知我问你，此情当初后人绿荫后家呀真做么本事不稀释，泪如夜日，狗儿明呀真。朝廷当用后中末，我同在的去张军，上级请来下级问，中途请着两相缘。一起跟远推举香楼凤溪，与人调是今西风，也是呀哟不是
大地荒城，狗日与高人，一帮自己下一见为语，进来拜一心吾日弟兄人妻在难免是知音。三个问了啦，收取戏曲博物馆的演出，这个是使我很难忘。这个听众朋友这种热情，可以说上到了一种极点。上次里向天天报满，三个里向书房金山这个每一代的书台浪向，侪是满子听众。而且当初辰光呢，我前吃了浪干嘛，瞌睡瞌得不得了，喉咙也不黑。那么不少听众为我杀鸡，为我杀香，一个特地从屋里向带来了这个药，吃喉咙的药，吃感冒的药，使得我还有啥感冒差点黑，喉咙差点黑，唱得更加黑。这个对我讲起来是鼓舞很大。所以这样一种支持，这样一种鼓舞，我相信一定会得激励我，拿我儿子平台事业。拿我自家所钟爱的这门艺术、这门事业呢，尽到的。是的，我都送上坡，叫人不觉非财谋。都知道是事啊，他是历代人啊，却
这金啊里把军佛头，神机的那些梦日花园十步家家我在梦中可是你美人非今日少气后，深深夜，银白斗。